大众请起立。红前不前人，慈悲质疑，前调鞠躬，坤道鞠躬，不前人好。 各位老师好，咱年龄，咱各位家长，咱同学们，大家晚上好。现在就是见到这边3点35分哈，今日咱主要讲的就是这个不是一个之前的正常办法。 所以有点是变成讲临时调动，有一寡我们的人才会到清，时间上会拖安尼啦现在礼拜六有人上班了，所以呢，今日的人数不错，我紧啦咱有来有好无啦，无来就是较无好尤其今日嘛是写咱这个员啦，因为咱依然。 陈安楚、吴安楚，因两个亲戚，带大小技工啦小技工，带更小的技工啦包括因一寡这重修，要来甲咱跳一些民乐舞蹈，因为小学科不是讲迄个很硬性的。 很硬性的，有点在修版课内底当中，嘛是互咱靠一个活化，靠一个活化。无咱过去，若要甲讲起来讲开班，要看到伊即个表演的纪律，真少。会知宜兰5点起来，宜兰5点来到这个所，宜兰你知影无？辛苦。宜兰都台北过啦过迄个水水，过等宜兰下溪安尼那当然，伊今日是毋是只工会，是特别为咱来的。特别咱来对啦所以呢，若要甲讲起，因为咱台湾这个土地，所有的单位，因拢去造着，嘛足侪单位来邀请，你像4000人，4000人到场。 伫新店邀请伊跳过来变，这第一个问题。崇德到场，建德到场，有足侪道场，拢邀请，因为带动一些活跃，带动一些活泼。毋过呢，咱看到因咧跳内底当中，咱用到一种，你若如果用到一种，迄个戏迄个。 世界款的戏，咧表演的这种舞蹈咧看，可能你袂感受，有因为跳这个舞蹈，咱看这个尊严，为当中讲得太热心啦，来跳迄个，咱袂庄严，甚至为呢，看咧到地，感觉对于内心世界该产生这种的自我的高尚我认讲看的是高高在上，看无啥物意义。但是咱要了解，因迄是娱乐舞蹈，但是伊每一个动作，每一个舞蹈，是代表咱老祖师，代表咱孙母因的形象。伊的好请毋是咱请来的，离台湾这个土地，西伫花莲。 设伫台东，设伫屏东，所有道场拢走过。因为你即摆伊就无法去，你要提钱帮看伊嘛无，因为无因就是疗愈，因就是大天宣布天顶命。即种的精神咱对袂着。我来讲就是歹听，今日人家你讲今日叫伊，咱叫咱落来讲，今日透早5点。 对宜兰来讲，才跳15分钟，因咧12点7点在，
才8点钟，来4点钟倒转4点钟，你超8点钟。8点钟来只跳20分钟，哇！这个精神你袂无？袂啦吼，啊，就你有这个心，无简单。啊，无一般店人真正行袂出好片。但是毋是这串了，毋是这串呢，因拜四，过来当因前礼拜拜四，即礼拜拜四，因过来配合。跳一个叫做天堂，天堂啦，天堂佛堂，因为叫做天堂。你配合，这是配合。天堂啊！见到，毋是见到啦，迄个玉山的地方。玉山的地方。当然，他比较是得什么？拜神。今日拜鬼。拜了。咱2天名就走。啊？拜啊。要拜到？拜神拜5拜2天嘛。哦，你礼拜2来啊？哦，你礼拜4呀？礼拜2。我记唔对了，礼拜2、礼拜3、礼拜4、礼拜5、3天名，第3天去洗澡。一抓西或者4点钟。来去爱3点钟。我这点精神咱对人袂着，咱对人袂着。所以咱非常感恩因，但是因有4代5代的修，等下你看到，迄个小济公，小济公，小济公叫做兄弟，小济公叫做咱小满。因为家庭正开始咧培养弥勒家庭，弥勒天使，大细汉对因老爸、对因老母。对爸母，对因这个爸爸妈妈，对伊的囝，对伊的孙，甲剩拖4代，4代5代，4代啦吼，我们就这么想，简单吼。咱若去到宜兰，看因了一个叫陶板栗嘛吼，石板栗的陶板栗，互道清遐，若一般顶入宜兰，会打开去陶板栗。你想这个300块、500块，一个40分，含头板栗，咱道清皮拢免钱，甚至呢，都煮中昼时，煮足澎湃，唔足青草啦，足平淡。那下晡时啊，煮足青草，足澎湃了，你食，这个时候足澎湃。所以甚至都讲跳舞你看，拢唔免开钱。有好无？感恩咯。为着道条人做会出来，所以这种的牺牲啊，奉献，毋是伫因遐尔，佮出外口，倒出来结缘。所以这种叫做精神，叫做一贯的精神，叫老祖宗的精神。咱家己鼓励，拍一下。大济公哦，迄个大汉的就是大济公，迄个妹妹就是小济公。咱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出场。感谢付前人各位点的诗歌前贤吼，对阮付前人有慈悲已经介绍真济吼，早顿菜头，暗顿姜。较赢拜神烧好香，自己心香烧无味，免咱脱轮回的精气吼。最简单，食菜食头前，修道修头前，修到感动家己，佮感动着无形大德，感动无形大德无够，还佮天人阿修罗来共同护持，对不对？安尼也无够，希望老师来甲咱扶持，先来扶持好无？请大小气功来这个所在来给咱做一下表演，好不好？欢迎大小气功出场来。嘿嘿嘿嘿嘿嘿。